线上的佛友，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非常欢迎大家再次来到荣生佛教频道。在节目开始前，请大家不要忘记为我们点赞分享，谢谢大家。今天我们感到非常的荣幸，邀请到2位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小马，是今天的主持人。我们的第一位嘉宾是来自澳洲的泽仁扎西堪布，欢迎您堪布，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泽仁扎西堪布在1976年出生于西藏的扎曲喀，打从16岁起，堪布就开始学习传统的五部大论，后来一直在根本上师大堪布贝玛才旺法王，还有屈家尊者等等的上师座下，领受了珍贵的法教。堪布现在安居于澳洲蓝山，是慧伦藏传佛教协会的指导上师，同时也是我们荣松佛教频道的发起人。我们的第2位嘉宾是来自台湾的白美惠师姐，非常欢迎您，师姐，阿弥陀佛。美惠师姐学佛多年，是大堪布贡嘎旺丘仁波切的弟子。师姐也曾经在宗萨佛学院任教中文，想必一定有很多在宗萨寺美好的故事要和我们分享。再次感谢2位嘉宾抽出宝贵的时间出席我们今天的分享会。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我所认识的大堪布贡嘎旺丘仁波切。我们今天的2位嘉宾都有在宗萨寺生活的经验，同时也有幸近距离的接触过大堪布。那么今天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和2位聊一聊。那么首先，能不能请堪布为大家简单的介绍大堪布贡嘎旺丘仁波切？同时呢，堪布是在怎么样的一个因缘底下接触到大堪布的呢？好，堪布请，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各位观众，大喜典礼啊！那今天呢，我们在这里，就聊天关于大堪布贡嘎旺丘仁波切。那大堪布贡嘎旺丘仁波切呢，其实大家都知道的，尤其是在台湾还有东南亚的这个学习藏传佛教的这个弟子，这个华人弟子来讲的话，大堪布是完全是基本上所有人都应该是知道的啊。那本身呢，我们这个在印度和藏地的这个近代的高僧大德当中呢，那大堪布贡嘎旺丘师就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上师。那他其实呢，就是主要是出生在这个德格，不是德格县城内，但是就是当时就是应该是属于德格的，就是这个康区，现在是属于这个甘孜州境内的。然后后来呢，就是从小最主要是在西藏的宗萨尔寺学习五部大论，还有大堪布贡嘎旺丘仁波切呢，也就是第20江湾亲戚曲吉卢珠的主要的一个弟子。那后来呢，就是在藏地这个1959年后的这个一个动荡的时期呢，那就是也经历了就是我们一般人难以想象的这些很多高僧大德，像噶钦仁波切啊，我们知道的很多其他上师一样，在监狱里面也待过了，就是这个应该20多年的这样的一个岁月。那后来呢，最主要是这个高龄63岁，因其实是这在藏地的整个环境情况来讲的话，那个时候已经是一个高龄，但是就是翻越喜马拉雅山来到印度，重建印度的宗萨佛学院，就现在我们这个所看到的这个规模然后后来呢，差不多就是
就是80岁左右就开始展开了东南亚，尤其是台湾的这个弘法的这样的一个事业，这个也是我们现在想的话，其实也是非常不可思议的。这就是大堪布根高文，而且呢，在印度呢，北印度的所有的这个藏传佛教的佛学院当中，宗喀佛学院是这个大家完全公认的最各方面就是也是就是应该是第一所以呢这方面来讲的话呢，这都是主要是大堪布根高王修的这个原理和他的弘法利生的主要的事业这就是大堪布根高王修最简短基本的一个就是介绍就是这样的那后来我们聊天当中应该也可以提到一些部分的其他的一些我们就是更进一步的关于大堪布根高王学的一些其他的内容。那我自己呢，其实我在西藏的时候，其实几乎是不记得有没有听过大堪布根高王学，但是我有听过，其实有听过，因为是我就是2000年左右，我在康区的另一个地方，噶举派的一个大仁波切那边，然后领受这个丹珠尔的口传。那个时候有一个从印度过来的一位堪布，那个堪布是噶举派的一个堪布，然后他说他在印度呢，就是在宗喀佛学院待过几年，那个时候就是分享这个大堪布跟高王学的一些这个种，但是这个时候对于我来讲的话，印象不是很深，后来几乎可能是忘记了，不记得但是我这个2005年刚到印度的时候，我记得从印度的这个应该是新德里到达伦萨拉还是那样的一个路上，我看到一些藏人的这个杂志，这个报纸这个报纸里面就看到了，那个时候宗喀佛学院刚刚开幕，应该是2004年的那个开幕的时候的这个一些讯息吧，那个里面有非常详细的介绍，有这个大堪布根高王修的介绍。然后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了不起，因为我自己曾经在西藏呢，就是译制了大堪布根高王修、白马财王还有修迦尊者等等那些老上师老堪布。那我自己呢，后来就是中断了，也在自己也经历了一些不同的这些人生的阶段。那我到了印度之后，就是我虽然有一个堪布这样的一个学位的头衔，但是我还是像一个学生的身份，想进去一个佛学院。那我后来自己选择就是去宗喀佛学院。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我也想近距离的希望有接触到这么伟大的一个大堪布。那后来确实也是，就是这个过程当中也得到很多的教法，大概是这样的。那么能不能请美惠师姐分享一下，您是在怎么样的一个因缘底下认识到大堪布的呢？我最开始接触佛法是在中台禅寺，它就是禅寺禅宗的道场。那后来因为工作的关系，我把工作辞掉去英国念书，然后回来的时候，不想去禅宗的道场，因为自己打坐，在中台禅寺打了2个禅期，然后还有在日常生活当中的时候，我自己觉得打坐很好，但是别人问我问题的时候，我常常会回答不出来。那因为这样子，我就没有去道场。到了我从在英国念书回来以后，我弟弟说，我们在台湾一个中心做义工，那你要不要来看看呢？有一个仁波切，有一位仁波切那我也不知道什么是仁波切，我就跟着弟弟，我们就好奇，然后就到了台北的正法园学佛会。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堪仁波切贡格王丘。这应该是我过去有很好的祈愿只是因为好奇，然后进了中心，然后第一次见到堪仁波切贡格王丘在法座上
仁波切一开口的时候，我就非常非常的难过，因为仁波切讲的是藏文，我听不懂。那个感觉就好像说佛在世的时候我不在，然后佛入灭了，我们才在这里这样。那喀仁波切贡格旺丘在那一次第一次讲课的内容我已经忘记了，但是他花了30分钟讲前行。那就那30分钟讲的前行的内容，就是我之前在自己打坐遇到的问题全部有了答案。那就从那一次开始，我就没有离开过正法园。大概是这样子的因缘。那么美惠师兄是因为弟弟的一个引领的因缘底下，所以接触到大堪布。那么一来就听到非常殊胜的法教，解答了师姐多年在学佛道路上的一些疑惑，是吧？是的。那么想请问师姐，在怎么样的一个发心底下，会想到要去中萨寺任教这个中文呢？建中的这个点点滴滴，那么美好的一些经验，能不能和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呢？这个也是很不可思议的，因为台北人很忙，那我们白天的工作非常的忙，我在银行，然后资讯部，然后晚上去正法园听课。如果喀仁波切来的话，我们就非常的高兴去听课。妈妈、爸爸常常会说你工作已经那么忙了，要休息。然后晚上都那么晚睡觉，每天都12点以后才睡觉，然后早上又很早去上班，要加班什么。但是对我来说，去正法园学佛会听课是真正的休息，是非常非常好的休息。虽然身体好像累，那这样子的生活过了几年，到喀仁波切圆寂的时候，我都没有办法请一个长一点点的假。所谓长一点点的假是超过1个星期，对台北人是非常奢侈的。那没有办法有超过1个星期的假的话，要去印度是不可能的，就是你又坐飞机，然后又到，所以佛学院对我来讲就是好像是那个天上的一个没办法去的一个地方。那因为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心里很难过。那在银行的工作，因为自己的修行也不是很好，所以有时候遇到同事啊，或者是工作上的事的时候，就会不开心，会想说，那这样子每天在台北这样子工作，哪一天才可以成佛呢？所以有一天我就把工作辞掉了。我觉得那时候是2012年中萨祈愿法会回来以后，那在工作上遇到了不可思议的逆缘，但其实是佛法上的顺缘。我觉得我就被从台北那个很忙的工作踢开了。那时候我心里是想，因为我在台湾很有幸的领受到了萨迦法王还有卡扎甘仁波切很完整的道果的教授，那我就想说，那现在是不是应该就是点了大餐开始吃，就是学了道果要好好的去。那时候只是想说要去闭关，就把工作辞掉了。那我们正法园学佛会的那个黄瑞柔师姐，她是我们的会长，那时候的会长，她就说太好了，你工作辞掉了，要不要去中萨佛学院啊？他们要中文老师这样。那我自己不是文学院的，对教中文完全没有经验，但是我觉得可以去到一个我以前认为是在天堂的地方，这样我就答应了，我就去了中萨佛学院。那么师姐，您在这个佛学院教华文的这一个过程当中呢，是怎样的一个情况呢？师姐是以
是以英语、华文跟这一些出家众对谈教导他们吗？还是怎样的一个情况？全部是用中文。全部都用中文。是因为我自己是想，我把自己想成说我是他们唯一可以练习中文的对象。对。然后英文的话，大家的英文程度都不一样，所以我认为我说的英文是这个意思，他们理解的可能是另外的意思，所以干脆就全部用中文。那当时我自己也没有教学经验，所以非常谢谢中萨佛学院第1年上过我的课的Campbell 喇嘛们，谢谢你们的包容，每回不知道在说什么就是我们从0级，就是从发音开始。那我自己学外语的经验来教中文，是用我自己学外语，以一个外国人去学一个语言的方式来从听跟说开始，然后文字是非常非常难的。那我们最开始真法研学佛会的瑞柔师姐，我们心里想说，中国有10几亿的人口，台湾有2300万的人口，华文世界像马来西亚、新加坡，那在佛法上面，像开仁波切这样子，像中沙佛学院这么好的佛法，如果说大家可以用中文来表达的话，那就非常的好。那个能够用中文讲经说法的，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稀有。所以我们那时候是这样想的，但就是在佛学院的时候，大家的心是一心向佛法，所以那个一点点在语言上面。对，非常随喜师兄的发心。那么刚才主任扎西堪布也有提到说，那个时候堪布一直在居家尊者等等大上师的座下，那么堪布那时候已经是有堪布的学位了，对吧？然后还是选择以这个学生的身份再次的进入宗萨室，那么接受一连串的学习。那么我想问一下堪布的这一个想法，当时堪布您选择进入宗萨室的时候，到你到达宗萨室的时候，有没有一些特别不一样的感觉，跟你以往在查苾喀学习佛法的整个大环境有没有不一样的地方？然后还有就是您在这个参见仁波切的这个座下宗萨室，有没有领教过一些特别殊胜的法教，对你来讲是非常殊胜的？能不能在这里和我们的听众一起来做一个分享？其实我当时在达鲁萨勒见到尊者然后尊者其实怎么说呢，就是亲自跟我说，你要不要去蒙珠岭，因为德拉顿的，因为我本身是一个宁玛传承的，那我自己那个时候就是说我想去宗寺佛学院，这是我自己主动提的。那个时候我刚刚那些已经有了这个完整的对大堪布刚刚王修的基本的这个一些了解，所以我到了宗寺佛学院的时候，对大堪布这些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反而就是因为非常相似我的自己心目当中的这些出家尊者和大堪布，所以才是我为什么一定要去那个地方。所以我真的是也找到了，就是虽然他们都已经圆寂了，但是在我这么的一个意向，也能够一直到一个各方面的这个修学的经历。当然他们究竟的经济我也不知道但是我们肉眼看到的这种呢，是真正的我自己很想医治的这样的一个赏识。所以这是当然呢，修学的这个外在的环境、生活条件和当时我学习的环境和宗寺佛学院是非常不一样。但是呢，宗寺佛学院的其实是在过去这个5、6年前呢，
那边的生活也大家都很辛苦。后来呢，因为也有很多这些台湾的这些大堪布跟高王须仁波切的这些功德主啊等等，有各方面的一些怎么说呢？就是宗师佛学院的这个学生的宿舍，因为那个时候宗师佛学院已经是在这个捐达拉的新的地方，我那个时候那个环境啊，学生住的地方啊，这种一日三餐啊，这些条件都非常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那我从大堪布那边得到的传承是最主要是大堪布光绪自己的这个注释的入菩萨行论的传承，我觉得这个是最珍贵的。因为那个时候大堪布跟高王须给不是常常在，也不是经常这个负责这个乌布大论的课程的每一个的讲解，我也不是因为这样要去的。而且我们真正要是，因为大堪布跟高王须的一生的最宝贵的他的修行就是菩提心、慈悲心，那就是入行论的这个传承。大堪布那边得到的，那也有其他的一些传承，但是最主要我自己觉得最珍贵的就是这个传承。那么请问堪布，您第一眼看见仁波切的时候，他老人家给你的感觉是如何的？能不能和我们大家讲解一下？其实呢，当然我不太记得第一眼我看到的感觉是怎么样，这个我现在也没有这个说不清楚啊。但是呢，其实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第一天进去的时候，本来不是看到大堪布的，因为那个时候好像大堪布已不在佛学院里面了，应该是。然后呢，但是我非常清楚记得我怎么因为一个下午。所有喇嘛们那个时候已经在那边下午，他们有一个一起的一个集体的一个公修啊，那个时候是什么法会我不太记得，反正呢有一两个喇嘛啊，就是不用参加这个公修的，然后呢在这个图书馆下面的那个地方，后来他也去了西藏啊，他也是一个堪布。然后就是我一个人从大门进来的时候就遇到他。然后他带领我去到那个给谷那边，然后就是有这么的一个过程呢。但是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呢？大堪布王须跟高王须就是从台湾啊、马来西亚这个外面回来的时候，那他就是有准备礼物啊，礼物，也就是这个每一个喇嘛的，他就是有时候呢坐在这个那个寺院的佛学院的大门的这个门口，然后就是在那边排队，然后这种方式，然后就是大家都这种，法会结束的时候啊，这个门口，然后就是有，像台湾的概念来讲的话，就像送红包一样啊，不是红包了，但是就可能会以法衣啊、衣服啊什么这些发裙啊，就是每个都有这样的，就是一个父亲从原地回来。就是家人等待，他的到来，然后就是那种，他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一个领导的概念，嚣张的概念，说什么不是这样的，就完全就是我在当地经常我们这些高僧大德和弟子之间的互动一样的，而且大堪布王跟高王须的心里呢，就是只有佛学院，只有学生们，这个就是大家都完全知道的啊，而且他呢。就是一般的再去一些其他地方回来，然后有很多功德主，可能有很名车啊、大房子啊，类似这样的。那大堪布跟王须呢，就是完全是相反的，所有的，他就是这些所有的这些，大家供养的啊，都是就是用来重建这个宗师佛学院的这个。那这些每一个细节当中，而且。大堪布跟高王须就是非常重视文思修的这个次第性的，那所以呢，这个大堪布跟高王须的这个下面的所有的堪布们也是一样，就是365天在佛学院里面没有别的什么太多的活动法会等等，就是五部大论的一个教学，日复一日的这些都是我自己曾经学习的这个环境。那就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就是对我来讲的话，非常非常了不起。对，我在网络上也有看到中山仁波切
写这一个有关看清仁波切的一些事迹的文章的时候，有提到说看清仁波切是一个非常非常努力用功教导学生的一个大上师。那么就算是旁边的人看到他非常的疲倦，非常的累，就是劝他要好好休息，可是大堪布都会拒绝说，时间不够了，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先讲完这个偈颂先完成这个论才来休息怎么的。所以中山仁波切也有特别提到说，很多年过后他才发现到，原来讲课的那一瞬间就是堪布觉得最放松最休息的那一刻。其实看到这段文字感觉特别的感动，实在是那么美惠师姐发心辞掉了这个非常忙碌的工作告别这个台北忙碌人的身份，来到别尔的中萨市发心成为一个中文老师。我相信在其中当然也会面对一些大大小小的困难，因为整个环境语言的运用都是不容易的。那想请问师姐，其实师姐的学生呢，就是我们的喇嘛们，他们都基本上是会基本的中文吗？还是怎么样？我在中萨佛学院的时候，有0级就是完全不会中文的，然后有中文非常好的，就是已经在中国念过中文的书，然后才到北印度中萨佛学院学佛法的。那这中间的程度就是很大。那从0级的部分，我们就从绘画生活里面的吃喝，然后交通，然后一点点佛法的打招呼，还有台湾人，尤其是华人世界里面一些佛法的语词，习惯的语词。那因为 Campbell Lama 他们对佛法非常的了解，所以在表达的时候，我就像演戏一样所以用演的，那他们就知道原来是藏文的这个是中文的那个意思。那到了比较就是中文比较好的，那因为Campbell Lama 他们的佛法是非常扎实的，而且在华文世界有很好的就是唐朝的时候玄奘法师翻译的经论。那其实相对的藏文也有，譬如说俱舍论。那藏文我完全不会。那 Campbell 他们呢中文的名相，因为学中文在外面的世界里要学那个名词机会比较少。那我们几乎是用对读的方式，就是因为玄奘法师的翻译跟藏文的那个译本是都可以对得到的，所以我直接讲中文，然后他们因为知道那个段落，所以知道那个意思，然后反过来知道去练习那个佛法的名相。所以这中文的教课我是当时是几乎没有时间备课的，因为一天是大概最少7个小时6个小时到7个小时，然后一个星期5天，然后又每一班的程度都不一样，所以我就是用我自己的中文程度，然后去就是线上是即时对，跟着课本这样即时。那么想问一下师姐那么当时的这个中萨是任教中文的老师就是只是您一位吗？还是还有其他的？第一年只有我，那第2年因为校长就觉得就是有遭到那个清泽基金会的协助，
然后就有另外的其他的中国来的老师，然后第3年的时候还有另外一位台湾的妈妈，她是美国籍的退休的台湾的妈妈。这样。那么想请问师姐，您在中萨市总共是在那边多久的时间任教呢？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心里想1年然后第2年的时候又待了下来，然后后来总共在那里5年。哦，前前后后师兄在那里待了5年。对，从2014、15、16、17到2018。哦，这是真的是不是一个很短的时间呢？是。那么想请问师姐，当时你离开中萨市了，你就当你要离开中萨市的那一刻，你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吗？能不能跟我们分享这一块？特别的感觉，因为我本来预想要离开的时间，跟我实际要打包回来的时间不一样。譬如说，我本来想说我应该是11月或12月学期要结束了才回来，但是忽然呢，校长说，我们那个祈愿法会，然后要干嘛干嘛，然后好，你现在打包，然后就离开了这样。所以我是在很忙的打包，然后整理，想说哇，我在这里5年，东西这么多，我脑袋里只有我要怎么把那些东西处理掉这样。对。那并没有说像譬如说我在家里，如果我要到印度，妈妈会很难过啊，什么要离开家啊这样。但是我从中萨佛学院要离开的时候，反而没有那个难过的心情，因为我觉得我并没有离开，只是忙着打包。那时候还没有真正那个情绪还无法酝酿出来，是吧？到现在我还是没有离开的感觉。对，就是我们的心一直都跟中萨市在一起的那种感觉。那想请问美惠师姐，您在中萨市就是非常发心的任教中文大概都有5年那么久。那么回头望过去，回顾这一段岁月的话，这几年在中萨市的这个付出，或者是在那边的生活，你觉得中萨市给你的人生带来怎样的一个改变？能不能跟我们分享这一块？就是您就是一个典型的忙碌的台北人嘛，之前对吧？然后就是来到了比尔中萨市，接受这个心灵的洗涤吧，也许我们可以这么说。那么几年过去过后，师兄再回头看这一段岁月，你有没有感觉中萨市其实特别为你的人生带来怎样的一个改变？其实在中萨佛学院也是很忙Temple Lama 他们也是非常忙，但是忙的心就是看起来都一样忙，因为早上很早4点半5点就有 Lama 在我的窗户下面那里就开始背经了，背那个论点，然后绕塔的，然后早课，然后早上的第1节的佛法课，然后完了以后我们就语言课，就是那个时程在中萨佛学院也是很忙的，就是如果你用世俗的我们说行事历来看的话，也是很忙的。最大的差别在于说，中萨佛学院它是一所佛学院，就是主要是教13部大论或是5部论8部论这样教论点的，然后辩经，然后有一些课诵。那这个看得到的建筑，看得到的人，看得到的活动，跟在台北的忙碌的生活看起来
就是忙，但是它的内涵是出世间的，对，出世间法，所以心是非常轻松的。然后你早上起床的时候，你会觉得这就是佛经里的世界。那在台北的譬如说在银行上班，或是我现在在电脑公司的上班的时候，身边的人的心就是在世间，但是在中沙佛学院的时候，大家的心都是在出世间的佛法上面，这是最大的不同。所以我又回来工作的时候，在每天在上班的时候一样忙，但是偶尔会譬如说呼吸放慢呼吸3个，然后想象一下这是在出世间法的话，那虽然是讨论事情，在中沙佛学院，譬如说在中沙佛学院辩经，尤其是辩经的时候，你会看到说那个喇嘛他们辩经的时候，他辩论的对象可能是很高很大的堪布，然后平常在路上走的时候，他远远看到会退到很边边，然后躲起来或是顶礼的。但是在辩经场的时候，他如果认为是对的，那个声音非常的大，而且就是真理是这样，所以不管对方是谁，就是这是佛法，然后这是真的，而且讨论的内涵是这样。那在应用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说，在像办公室的场合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很多人会把阶级、对象、情绪都放进来，让事情变得很复杂。然后这时候，因为我待过中沙佛学院，然后我就会稍微往后看一下，这边的戏好复杂，就这是最大的不同，就是心情会，曾经有经历过那么轻松的心情，那可以回想，这是很大的资产。就是从师姐的言语当中呢，就是最重要的就是在佛学院我们所体验到的忙碌，其实就是一种出世间的忙碌，而跟我们普通世俗的忙碌是远远不同的。那么再回到这个红尘打滚的时候，由于有这个佛学院曾经的熏陶的这个熏习，至少遇到一些复杂的人事关系，我们都可以退一步去看，整个感觉是非常的不同的也许这个就是我们佛教里面所说的正念的修学吧。那么在这一个大堪布的整个一生当中我们都知道，因为这个文革的迫害，那么大堪布入狱了21年，那么在以这个60多岁的高龄，花了7个月的时间，以徒步的方式从西藏经过尼泊尔，再进入印度西经，见到了中山仁波切。在我们一般人当中，这一种的生活体验简直是无法想象的完全出于我们的这个想象之外。那么想问一下堪布，因为堪布本身的这一个整个生活的这个经验，也有类似这样子的，跟大堪布有类似这样子的一种就是离开西藏，然后呢来到印度求学的整个经验，而文革等等的一些迫害，我相信堪布本身也有一些体验。我想问的就是主任扎西堪布，你觉得在堪谦仁波切的身上，你看到怎样的一种佛法的体验吗？从堪谦仁波切的身上，为我们一般的佛教徒能带来怎样的一种鼓励和精进的动力？能不能请堪布为我们分享和开示？这个问题很大，也不是很一句两句就可以讲完的。而且最主要是大堪布是无论是
这个文思修各方面都他是一身所知啊，所以就是完全是用身教的方式来给我们看到真正的佛法是什么。然后大堪布跟个王修，比如说当时刚刚这个从监狱出来，就是那个已经60岁的那个，他的岁月经历都不可思议。对他来讲的话，印度是那个时候就是一个无法想象的一个遥远的一个天边。但是呢，一收到一封信，就是来自宗喀仁波切的。这个故事仁波切分享过，我们都知道的。其实这个宗喀仁波切实际上呢，他不是初级楼主，这是他的转世。当然转世也很珍贵，但实际上他是一个年轻的一个入狗，而且根本没有听说过，根本没有见过，什么都没有任何提示。实际上呢，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讲的话呢，非常遥远的一个关系。而且他写了这么的一封信，他就是说，哦，你就是希望能过来。但是为什么他就是这样凭着这样的一个仁波切的一封信，然后就是不顾一切生命的危险？我自己也是翻译这个喜马拉雅山，我走路过来，我们知道都有危险，但是我那个时候的走路线还是2个星期左右的一个路程。仁波切那个时候是看仁波切是一个几个月的时间，无法想象的。那我们相对那个时候是最年轻的时候，仁波切是已经60多岁了，很多方面情况其实完全不一样的。但是他为什么有那么大的毅力呢？因为无论是上师或上师的转世，在仁波切的心灵目当中就是他的上师，所以一种上师和弟子之间的一种这么的一个弟子对自己的这个根本上师的这种无造作的不推转的这个信心啊，然后就是不顾一切，完全就是说走就走啊，就是这样。那后来来到印度之后呢，我也听过很多相关的故事。在比日的时候，就是生活啊，各方面都非常非常辛苦的，甚至这个很多内外内各种的管理啊，很多的这个大大小小的事情，就可能是有些喇嘛们有时候这当然就是一些他们的这个一日三餐，所有都是也当然也有宗喀仁波切的这个参与或支持。但是也有大堪布跟高王修是自己是大部分都是以自己来解决问题。其实有时候是要借钱的，在比如的一些那个藏民啊，一些那边就是类似这样来，就是不是只是在发作上面就是负责讲经说法。我也看过很多正规的一些大堪布跟高王修自己在那边，比如说有些哪里可能有一些房子漏水啊，那边有什么外面的院子有什么，那个都是由自己亲自去做、亲自去修、亲自去弄的。我看过这种照片，都非常非常感动。其实有时候是真正让我们感动的，不是他们讲什么，而且实际上是他们在做什么。所以我有看到几次这个白诺法王。他就是一个拖鞋，然后骑一个脚踏车，后面放一个喇嘛一起去市场买菜，当时那种我自己亲自在那边就是这个从这个就是参与各种的劳动啊等等那些细节和大堪布跟高王修他们的这种做法是真正我们要学习的。这个就是他是为了弘法利生，是完全是不顾一切的。那到了台湾之后，也比如大家知道，台湾来的都是很多时候，当时呢，就是也没有那么多的人去讲经说法，没有从根本上为这个本地的这个佛弟子去着想。当然呢，我觉得不是上师们没有慈悲，可能是有一些环境啊、背景啊，很多缺乏这方面的一些认识。所以他们呢，就是弟子们怎么安排，功德主怎么安排，主办单位怎么安排，他们就在那边讲一讲，做一些观点等等，然后就离开了，就没有了。可是大堪布王修跟高王修不是这样的，高龄那个80多岁的，你刚刚司机说的一样的，就在正法院，我也去过很多次嘛，就是在那边开始宣讲，就在佛学院里面就是开始演讲阿毗达摩，宣讲中观，宣讲这个
相关专业论等等等等。然后这个传承呢，一直延续到现在，从不间断的。每一年中师佛学院专门安排看博们轮流去那边，那边也有这个专门的翻译嘛，他们都是最清楚的。这些都也许是一个中心的一个日常的作业，实际上是整个台湾的一个藏传佛教和我们佛法的文思修来讲的话呢，大堪布这样的一个做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榜样知道吗？那现在我觉得这也是大堪布的原理，还有刚刚司机也分享了，就是他们的这些努力离不开的。现在我看到中师佛学院的很多堪布在那边，堪布蔡王仁真还有这个我王克之很多他们的中文都现在非常厉害，非常好所以就是跟建设班的呢，应该是大部分都是你的当时的学生吧这个中文都现在他们都讲这种说法，用中文，然后就是他们也就是不是只是在那边就是参加一些法会等等等等这样，而且非常专注的，也就是用中文讲这种说法，我觉得要延续这个大堪布的那个跟大堪布的作风和原理也是离不开的所以这些都是就是我们从他们的这些你们这些这个正法院的这些弟子们，还有那些堪布们，他们的做法都我们看到真正的比较长远的利益众生和弘法利生和次第性的，因为很多藏传佛教的信徒在台湾也缺乏，或者华人界呢缺乏此地，就是一时有时候冲动好奇等等，就是朝着一些大仁波切的名义变成粉丝一样。那后来呢，因为自己没有弄懂嘛，可能会慢慢就是推潮了，然后就是没有了，就是忘记了，有很多这种情况。但是根本性的学习的，那就是效果是非常不一样。那这个方面呢，就是大堪布跟高王修其实有些呢，就是上师们本身就是好上师，但是有些观念上呢，就是不太没办法怎么说彻底的了解到其他地方的文化和做法和该做什么的。但是我觉得大堪布跟高王修是完全是相反的，所以就是在这个台湾那边，也就是这样子去扎根。那这个也是这个藏传佛教在台湾这个弘扬的过程当中，就是有次第的文思修的一个踏实的一个传法的，而且不是只是一个短暂的长期的一个做法来讲的话呢，很好的一个就是非常了不起的，不是好当然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所以这是我中文不够好，这用词不精准不是我来评价，这是说是非常非常了不起。那这等等，其实有这种很多的大堪布跟王修的做法的细节当中，那就是有让人非常震撼、非常感动的。但是我们如果真正认真的去看思维，而且带到那个地方看的话，那就非常不一样。而且中师佛学院当时尊者都特别说过，就是比如说中师佛学院的建筑的结构，哪里是这个柱阁，哪里是什么样的，哪里是一般的喇嘛，其实没有什么分别的，所有都是大小一样的一个风景，然后就是安排在那边所以这些都是一个整个的这个大堪布王修对这个所有的弟子和所有的这个学员的这种看法，所有的功德供养等等，就是一些分配全部都是非常，我们从实践的角度来讲的话，也是非常平等，非常和谐，也是非常利美的。因为中师佛学院那边出来的也有来自宁玛的感觉的各种不同的传承，不是只有三家派的也有格鲁派的短期学习的，从达兰萨拉那边来的，就是很多都是大堪布跟高王修是他们都心目当中都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上师。我觉得这个也是教派和教派之间的这种一个和谐各方面都是。大堪布跟高王修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所以这些都是当不完了。确实是我也非常认同堪布刚才说的，这个扎根的工作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就例如说在这个中萨寺教授这个中文课
好像那个仁真堪布，我记得仁真堪布他也曾经来过我们荣松佛教频道，也有和我们有几次的预约，能用非常流利的中文来跟我们大家分享这个萨迦派系的源流，非常好的一个典范，我觉得。所以呢，美惠师姐，你们当初播下的种子其实现在已经成了非常这个茂密的菩提树，把这个佛法的种子其实散播在世界的各地，连我们荣松佛教频道都有非常的受益。那在这里呢，想要特别想问一下美惠师姐，您在这个中萨佛学寺待了5年那么久，肯定一定会有机会跟这个看见仁波切接触的机会。那么能不能请师姐和我们分享一下，有没有一些特别让你感到感动或者是特别难忘的一些经历？当您在跟这个大堪布互动的时候，或者是向他请法也好，或者是听他说法也好，有没有一些特别可以跟我们分享的一些经验？看仁波切贡格旺丘主要是在台湾的时候我们有机会。那仁波切圆寂之后，仁波切2008年圆寂之后，2014年我才到中萨佛学院。所以我跟看仁波切贡格旺丘都是在台湾或者是机场见的，台湾的机场我们去接机还有送机。那看仁波切贡格旺丘他非常非常的平易近人。我们在台湾就是华人的道场里面，在我接受到的汉传的教法里面，就是我们弟子对于出家众，就是今天不管他是昨天才剃头，还是他已经有比丘戒几十年，都一样，他身上只要有袈裟。在汉传的传统里面，尤其是中台禅寺，我们就是见到面的时候一定是先3跪拜。所以我第一次到正法园的时候，其实我吓死了。第一个，因为中台禅寺就是禅宗的道场，是干干净净的。就是如果您去过像法鼓山，那它就是干干净净的，然后很没有什么可以让你分心的东西，除了释迦牟尼佛三宝这样。那到了正法园，五颜六色，什么天马旗各种颜色，然后各种唐卡，还有什么生气的脸笑的脸各种脸。然后看仁波切的法座就在我的前面，大概我伸手就碰得到的地方。这是在禅宗道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因为我们是就是在禅宗的道场，那个师父是在大概3个房间那么远的。那我们打坐的时候，师父是在就是看不到师父的脸的那种样子的地方。那我到了正法园，看仁波切这么高的上师，然后我就在他的法座下面，这是不可思议的接近，这是实体的不可思议的接近，然后心灵上也是不可思议的接近。那仁波切的就是他待人接物，他对待他的出家的弟子，还有我们这些藏传佛教是做什么的，我们完全不了解的，什么一堆手印为什么喇嘛念经的时候还晃来晃去这禅宗看起来就非常的新奇的地方。那仁波切的待人接物，我们在看的时候其实有很多很多很多的小故事。那最让我一直记得的就是我们汉传，尤其是华人的世界会说佛度有缘人，就是有时候我们遇到譬如说生活上讲话不投机的人，
或者是看到他就不欢喜的人，我们会说啊，这个人跟我没有缘分。那看仁波切贡格旺秋最后一次要从台湾回去印度的时候，仁波切从他的房间就是试着拉玛扎西人就推着他的轮椅出来，那弟子们都依依不舍的在那个大殿那边，然后拿着卡达，然后有些人没有要一起去机场送他，就会赶快把握最后的机会供养仁波切。那有一位妈妈带着她的小孩，大概4、5岁这样，那大家都把握机会供养仁波切，就排队献哈达供养仁波切。那一次，那一位妈妈带着那个小孩，她把红包拿给那个小孩，说供养仁波切。那小孩子就红包拿给仁波切，然后仁波切伸手要接他的供养的时候，那小孩子是这样拿过去，像小孩子玩，不给你，这样子一次。那仁波切也没有笑或是不笑，也没有可以或是不可以，也没有玩的那个表情。然后那个妈妈吓死了，为什么我的小孩不供养仁波切？我们在旁边看到的人也是，哇，怎么会有人不想供养仁波切？那一次我在旁边数，那个小孩子这个动作做了10次。仁波切的车子已经在正法园外面的小小巷子等他了，然后侍者推着他，仁波切在那里接那个小孩子的供养10次，我在旁边数10次，然后第10次那小孩子还是一样手伸出去又玩回来，仁波切就看了一下侍者就离开，那时候才离开。那这件事在我心里是因为我们常常会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啊，或者是说有些人我们会觉得啊算了，我跟他没有缘，我放弃算了，对。但是菩萨不舍一众生，你不能放弃啊。但是我们又想放弃呀，那什么时候可以放弃？我数了10次，你要给他10次机会，你给他10次机会之后，你就可以说好，我下辈子或者是以后遇到你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就是仁波切有很多小故事，像这个故事我学到的是，如果有一个人我想要放弃他，我要给他10次机会以后才能放弃，好难。对。真的是一个非常有趣吧，应该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生活经验。如果不是特别靠近大堪布的话，确实是没有办法看到这一幕的就是在我们随顺众生的当时不要忘记大堪布给我们的这个教法10次不拒绝众生。那么我想请问一下哲仁扎西堪布，从堪钦仁波切就是因为经历文革的迫害过后60多岁离开西藏翻越喜马拉雅山，那么来到西京，一直到去比尔印度重建这个宗萨寺，那么在80多岁的高龄才开始在这个东南亚或者是亚洲的华人世界传播佛法比如台湾是一个非常跟大堪布有缘的一个国家。那么我想请问堪布，您觉得堪钦仁波切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尤其是在他弘法利生的这一些方式您是怎么看的？能不能请堪布和我们分享这一块？那我这里补充一下，在前面的几个，比如说其中一个呢，大堪布贡嘎旺修整个讲经说法的事业，还有重建宗寺佛学院，最后呢还建了这个千济区入住的这个东殿，就是十里塔也是专门亲自自己那个一开始这个加持和这个萨金根本的这种开始都是我也看到的所以那个大堪布的一个最后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就像一个人去一个地方出差，他离开之前他要做什么，肯定有清清楚楚的一个安排，非常有规律的安排一样的。
他就自己的人生整个安排。那最后呢，2015年左右也邀请尊旨开光等等，后来2008年的时候，那就是专门邀请萨迦法王、萨迦赤钦，然后呢就是仁波切自己亲自就是主要请法，然后就是传这个3个月的道锅，然后道锅传的最后的那个阶段的时候，大堪布圆寂的。那个时候大堪布其实没有什么生病，没有不舒服，也没有任何的遗憾，意思就是说我现在该做的，我全部的事情都已经完成了，圆满了，我该做的时候了。就是用白话来说的话，完全是以这种心态和用这种教导来，然后就是这个圆寂。其实这个都是整个中山佛学院这种那就是因为一个人本身就是要五部大论，刚刚说13啊，这个是不同算法有，但是实际上就是这个显密的教学的体系的问世圆满了，那就是最要说什么呢？就是要修嘛。那修的话呢，藏传佛教有这个萨迦派的话呢，就是道果是最根本的一个传授的一个圣迹智的圆满之地的最究竟的教学。那这个有萨迦法王来在那边特别传授，全部都就是作为一个老师或上师的身份，给自己要该提供的所有都做完了，那我的任务完成了，类似这样的一个状态，知道吗？那也是这个，其实是这个细节。我这个过程都是因为我们都在这个学院里面，所以就是这样的。那另外一个呢，你刚刚问题是什么？我忘记了。就是堪布，您觉得这个大堪布啊，堪切仁波切他的这个弘法利生的事业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这个有一个点子我都可以提的，就是有些是在我们经常有说，有些是他有一个堪巴人的那种性格，知道吗？堪巴人吗？对，就他本来就是堪巴人。那个我不是种族的一个分别啊，但是因为有一些印度的上师们，上师都很好，但是呢，要做事情要顾虑很多很多，想很多，用白话来讲。可是大堪布刚刚修不是这样的，就像印度说的那种三角，就是比较。我想做，就是要做，就是那种有那种，所以呢，其实当时呢，重庆宗师仁波切因为年纪那么大，产生的费用啊，各方面都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概念的时候，连宗师仁波切都说过，他都有点不理解仁波切为什么看仁波切真的现在可以吗？这样可以吗？一开始仁波切都有一点点这样的态度，后来慢慢。宗师仁波切亲口说过了，就是发现大堪布自己这样做起来的，最后发现是大堪布是对的。所以其实后期呢，宗师仁波切他比较有一段时间比较少参与。那前几年的仁波切又特别着急，这个堪布们有一个非常感动的一个开始。他说：“当时我不参与。”不是不理会宗师佛学院，而且我观察到大堪布真正有自己的一个做法，这个是实际上是完全是对的，我完全是取得了一个这种边界，然后呢，就是我就照着堪布自己做，然后我在后面要能做什么就做什么。我觉得这个方面大堪布的那种坚定的这个毅力，也是这个大堪布的这个弘法利生的这个成就的很重要的一个因素。这个背后的质量啊、原理啊，当然都是可以在里面。但是用人的角度来讲的话呢，我觉得这方面的大堪布的这个人格和这个做事情的方式和那种坚定的这种心，或者那种勇气，就是一个原因。这个就是也可以学习的。但是那么刚才美惠师姐有说到说，当这个堪切仁波切在台湾传法的那一段时间呢，特别有这个机会近距离接触到堪切仁波切。那么想问一下美惠师姐，就您自己的想法，能不能和我们分享？现在虽然是堪切仁波切已经离开了我们10几年了从2008年开始到现在，那么
大堪布给我们华人尤其是我们汉人的这个佛弟子留下最大的加持是什么？能不能请师姐和我们分享？堪仁波切给我们最大的加持就是他在台湾接触过他的这么多弟子，都可以真正的了解到说堪仁波切心绪里面有的那个佛法。有一次仁波切在正法园，有人问说堪仁波切年纪大啦怎么样，那仁波切回答他说，我教你们的就是我的上师怎么教我，我就怎么教你们。那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因为我们在上班的人就是常常听到什么 ISO 啊，什么标准啊，这句话就是品质保证的那一种，而且是从释迦牟尼佛一路盖章到堪仁波切这里的品质保证的很纯净的佛法，就是可以非常那一刻就是可以非常确认的说，堪仁波切心绪里面的佛法活生生的在台湾，然后让这么多的弟子知道，那每个人都领受一些，然后把从释迦牟尼佛开始到堪仁波切，然后到我们心绪里面，每个人都领受到一点点这样纯真的佛法在我们的心绪里面。那相信说我们学习堪仁波切贡格旺秋的行仪，那把心里这个很纯净的这个佛法，有机会有能力的时候也这样子传出去，那这个佛法就是很新鲜的保存在心绪里面，然后很新鲜的传给身边的人。这个是仁波切最大的加持，就是我们看到一位活生生的在我们面前走来走去的，我们曾经这样看过。那相信我们的人，我们身边的亲戚朋友，他们因为相信我们，那我们这样子讲的时候，虽然说他们没有看过堪仁波切，或者是说他们没有机会见识过这样子的伟大的上师，可是透过认识真实的我们的这种世俗的朋友，告诉他说，我告诉你，我真的见过真的在我面前走，然后真的很靠近我，那就会知道说佛经里面说的都是真的。那么最后能不能请哲仁扎西堪布和我们分享，您认为堪仁波切留给我们华人弟子最大的加持是什么呢？这里呢，我还有就是关于大堪布贡格旺秋仁波切呢，其实我当时到印度宗旨佛学院见到大堪布的时候，大堪布不只是一个大堪布，还有是达赖喇嘛尊者的上师的一个身份。就是说，很多人说尊者都是从大堪布那边受过很多的口传传承，但是依然本身他的这个无论是有更多的功德主，更多的成就，变成很多这些四大教派的上师们的法王们的上师，但是他的依旧他的风格态度就是一个老喇嘛，普通的老喇嘛一样。那个也是我当时是这个，后来我写了一些文章，也关于这个里面我也特别有提到过这个，这都是我自己的一种，当然是这个修行人该有的，但是实际上也很多人做不到的，这就是真正的八风吹不动的这种境界，究竟的一个境界啊。那接下来呢，还有就是我当时也看过，就是尊者问大堪布说，你当时在监狱里面最害怕的是什么啊？这个也就是感动了无数人，包括尊者的喇嘛，知道吗？所以他说就是我是害怕
这是在我的周围的人，因为我可能引起他这个生气，这个嗔恨心类似这样的，失去他们的心相续的菩提心，损坏他们的这个一些慈悲的种子啊等等。但是具体的这个句子应该不是这样的，但是用这种来不是，这是顾着自己的这个。这方面呢，我也看过像噶钦仁波切的一些种种的那个建议里面的一些，所以那些大上师们在无论在什么样的一个环境里，对他们就变成一个最究竟的一个修行的一个境界环境。但是呢，我觉得在华人弟子留下来的最好的是，就像当时阿底峽尊者来西藏传法，成为了西藏后来佛教发展的整个的一个，好像一个这样的，大家都是就是阿底峡尊者的教法，是这变成整个的西藏的教法的一个次第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榜样一样的。那在这个台湾啊、东南亚一些各个的华人地方，那这个大堪布的这个弘法的形式和方式，就我觉得成为了我们现在都真正的你要认认真真要学习藏传佛教该怎么去学习的这样的一个好的榜样。这也是一个留下来的一个精神。对的，刚才堪布有提到说，非常让人感觉到感动、非常动容的一句话，就是尊者问到说，您最害怕的事情是什么？那么堪仁波切就有说到，最害怕的事情就是怕对加害我的人失去慈悲心、失去菩提心。我觉得堪仁波切这一生呢，简直就是一本活生生的入菩萨行论的教科书。不管是他的法教，或者是他的行仪，对弟子的慈悲，对法教的认真，佛法的精进，完全带给我们这些后代的佛弟子一种无形的勇猛精进的力量，坚持下去的这个力量，非常的让人感觉到非常的动容。其实今天我们的这个访谈1个小时已经来到了尾声了差不多是这样子的一个时间。今天非常非常的感恩我们有这份的荣幸和2位嘉宾分享以我们大堪布贡嘎旺丘仁波切的点点滴滴。我们希望透过这个视频，让更多的佛弟子和大堪布结下这个非常殊胜的法缘。那么最后，请允许我念出一篇大堪布的发愿文。这篇祈愿文是名为转恶缘为道的发愿文，是大堪布贡嘎旺丘仁波切在监狱中21年每天念诵的发愿文。我就想供养大家这一小段。皈依上师三宝，以慈心、悲心、菩提心，对迷惑不知自己本来面目而生轮回幻象的乳母众生发此善愿。愿我的身体、受用、言语、心意和3世所造的善根，都成为无量众生正圆满菩提的因，从轮回中解脱。有些人因我而生起信心，有些人因我生起贪心，更有些人因我生起憎恨心。不管他们生的什么心，跟我结什么缘，只要跟我结上缘的众生，愿他们都因此而成佛，使此缘富有意义。虽然我并没有造恶，但他人却生嗔心，视我为杀父仇人的屠夫，直接或间接的攻击我。愿有一天我能以法让他满足。我是在搜查一些堪仁波切的这些资料当中呢，特别看到这个堪仁波切在狱中21年每天都念诵的这个发愿文，看了非常的感动。想以这一小段呢，作为我们今天非常殊胜因缘的一个缘起。那么我们希望更多的佛弟子看到这个视频和大堪布接上这殊胜的法缘。愿这个视频呢供养大堪布，也祈愿大堪布慈悲加持我们。
但愿呢世界平和无灾害。同时呢，也祝福我们今天两位嘉宾在推广佛陀殊胜弘法的事业能顺顺利利，利益到更多的众生。阿弥陀佛，谢谢大家的收看，谢谢两位，阿弥陀佛，谢谢师姐。Namo Garbe Namo Gada